日式放題越嚟越多，花多眼亂，真係唔知點揀好。的確係會令一眾有選擇困難症嘅臥底非常頭痛。今日就等我哋為你教路啦。首先要選擇多元化，好似呢度作為一間日式放題，生蠔係由日本直送到港，仲要係獨家嘅松島蠔。佢哋而家仲提供埋冰燒烹調添。所謂冰燒就係日本人中意以燒烤嘅方式即捕即燒，而且採用全殼嘅刺身級靚蠔，絕非得半邊殼嘅雪藏蠔可比。最適合冰燒至半生熟，將鮮味、肉汁同燒烤香口嘅優點合二為一，有別一般燒蠔嘅味覺體驗，幫你食過翻尋味。啲蠔唔夠靚，又點敢介紹你燒至半生熟啊？呢度嘅冰燒當然唔止得靚蠔啦，仲有巨型北海道帆立貝、大蜆、深海赤蝦、翡翠螺同大聖子等等嘅海鮮選擇，點止一款啱你口味啊！至於其他高級食物種類，亦係好多元化。刺身要新鮮多元，好似呢度有吞拿魚、油甘魚等等10幾種刺身，咁就完全啱晒大家要求啦。壽司要高質正宗，除咗一系列傳統選擇之外，連火炙壽司都有提供。串燒要野味香口，牛粒、牛串、黑豚肉到海蝦都可以俾你食勻。睇晒全部之後，覺得佢完全係挑戰緊一眾臥底嘅餵食本能，仲要係高質食材，唔係劣質放題，想拆餐飽都可以有要求嘅。